喺過去3日呢，作為一個喺香港爭取民主路上嘅30幾年嘅人呢，就感覺到呢好詭異。譬如一個牧師突然間會出嚟話，佢好似做官咁，好似呢喺律政處做，佢唔似一個牧師。佢話呢，教會呢如果出嚟呢，即係會做呢一啲咁嘅爭取行動，可能教會呢係會被吊銷註冊啊，教友嗰啲參與呢個活動本身呢就會開除會籍啊。我哋想一想，真係一個好詭異嘅事。你講緊嘅就係咧，阿廣福堂嘅牧師吳中文係嘛？你睇下，我哋80年代呢出過3個文件，一個文件呢叫做信念書，一個文件呢係講宗教自由，一個文件呢係有一班基督徒呢領袖呢上去北京去對話嘅時候，強調三權分立，強調一個政府要向市民負責任，強調全民要受到保障，強調呢民主呢係要發展。人權咧係受尊重。80年代嘅時候咧，香港嘅前途咧係不穩定，中英談判，所有嘅香港人其實心裏邊咧都好彷徨，唔知點算。咁喺嗰個時間咧，教會為穩定人心嘅時候，就作出好多聲明。而呢度包括現在喺神學院嘅教授，而家有退休嘅牧師。例如咧邊啲其實當時有參與嘅？當時參與信念書、草擬信念書嘅呢，係余達心牧師、蔡元雲醫生、盧龍光牧師、郭禮橫牧師。你能夠講出喺當時嘅最出名嘅喺神學院嘅教授，點解嗰陣時唔係歪曲聖經？嗰陣時點解我哋唔會講話要信服掌權者，而係會講到呢一個政府需要向市民負責？點解今日我哋會講係一定會信服掌權者？我哋睇下歷史啊，喺德國嘅神學家，當時希特拉呢種暴虐，呢一位潘霍華呢位神學家就參與呢，要進行刺殺希特拉，最後佢被拉死喺監獄。佢係一個叛徒咩？佢係一個忠心嘅信徒。今日我哋仍然鼓勵好多青年人呢，要讀佢獄中書簡，去表達佢對國家對人民呢種嘅關愛。我哋又睇一睇20世紀嘅時候，德國嘅教會向全世界嘅人道歉，就因為佢話喺呢一個希特拉當政呢個政權去殺人嘅時候，教會係保持緘默，所以佢向世人道歉。教會係因為罪啊喺嗰個時間冇出到聲。我哋睇下100年前清末嘅時候，教會嘅人就一係佢覺得要傳道，一係做醫生去救贖人民，救贖中國人啲水深火熱。喺嗰個時間就發起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一次有10次嘅革命，5次係由基督徒去發動嘅。香港其中一間教會叫鬥濟會堂，個牧師係幫助呢啲革命人士，而且係幫佢哋隱藏炸藥嘅地方，使到佢哋能夠喺嗰10次嘅革命裏邊能夠最後可以成功。呢個基督徒係對於世人係抱住一個救贖嘅觀念，我哋係對於今日呢個世界敗壞嘅時候，去救贖世人啲水深火熱。呢啲人其實喺歷史上留下非常光彩嘅見證。我哋諗唔到點解今日以吊銷註冊、開除會籍去睇今日走在民主路上嘅朋友。一，我哋好傷心；二呢，係唔知道教會嘅歷史，教會對於捍衛公義，對於人民陷在一個政權嘅暴虐嘅政權所受到嘅呢一種凌辱同埋殺害呢，無始於終。你睇下，每一次樓下出現電視畫面嘅時候，我哋心裏邊就好傷痛。一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嘅人被囚喺監裏邊，佢太太竟然會同樣被軟禁，呢個係乜嘢嘅世界？你要睇一睇當時莫言喺瑞典去領受呢個諾貝爾獎，同埋樓下喺北京呢一種恐懼，我覺得好大嘅對比。今日我哋信服政權，我哋點能夠可以信服呢個政權？24年前教會嘅信徒佢曾經高叫打倒鄧麗陽，要鄧麗陽落台。點解嗰陣時冇人話要註銷信徒嘅會籍？嗰陣時點解唔要求政府去註銷教會嘅註冊？你去睇一睇呢個歷史本身，教會就係有呢一份嘅責任，佢對於一個不公義嘅社會，對踐踏人性嘅呢一個政權，我哋隨時都係提出譴責。